築物出現裂痕，一間醫院要疏散病人，兩座建築物倒冧，5個人被壓死，而汽車亦都被冧落嚟嘅瓦礫壓毀，幾百個居民走到街上暫避。附近嘅大城市穆爾西亞居民都感受到強烈震動。西班牙首相薩帕特羅下令動員軍隊救災。有消息，羅馬網球大師賽男單次圈頭3號種子攜手晉級，其中第2種子狀態大勇，即荷蘭6-3輕取波蘭嘅古博特，開cuộc連勝紀錄增加至33場。喺先輸一盤6-7之後，贏2局6-4同埋6-0，淘汰意大利嘅洛雲斯。而第3種子對法國嘅宋卡以6-4同埋6-2勝出。美拿爾6-4同埋6-2擊退西班牙嘅多尼格斯力諾，進入4強。新賽事直落2參第4種子去共得8進10強。呢節新聞報道嘅。特別大潮為廣東內陸帶嚟驟雨同雷暴，喺朝早5點，熱帶低氣壓艾利集結喺東經西南面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港澳嘅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有幾陣驟雨同雷暴，天氣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有雨，天氣較涼。現時嘅氣溫係28度，相對濕度84%。財經全方位。永亨銀行綠色存款贊助播出。由於股市下跌，油價同金價下挫，拖累美股同港股急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市報2630點，下跌130點；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2840點，下跌26點。歐洲股市個別發展，倫敦富時一百指數收市報2970點，下跌42點。油價急挫，紐約期油收市報98.21美元，下跌5.67美元，跌幅超過5%。匯市方面，1.4207美元，美元兌81.08美元，歐元兌7.02美元，新西蘭元兌48.97美仙。現貨金每盎司報1502.05美元，上升1.8美元。呢節財經全方位報道完。呢份資料由溫和 Business News 提供。報紙話咧，中史科嘅人數已經夠少，據講原因咧，學生覺得中國歷史太深啦。其實讀中國歷史啊，真係好有趣㗎。有古就係前可以由古至今，仲可以知道中國嘅國情添。咁既然係咁，點解特區政府啊唔索性直接將一直都存在嘅中國歷史科列為必修科，反而要推行全新嘅教育及國民教育科呢？而家又話要4個月諮詢，明年起逐步推行咁多餘呢？哇！我讀得書少真係有神嘅問題，真係啱爆頭，我都唔明喎。老師座匯聚一天與香港共存共榮。人際重生全面知識周麗琪，正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肢體殘疾人士嘅家人照顧者會付出無限嘅愛心，照顧佢哋日常嘅起居飲食，而我哋可以做嘅就用力捐助，人際全心全意基金支援正在投入住本港嚴重肢體殘疾人士宿位嘅殘障人士，以減輕家人喺照顧上嘅長期重擔。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愛心捐款專線2828，或者登入仁濟醫院網頁 www.yenchi.org.hk 捐助全心全意基金，伸出援手，貼身關懷公眾肢體殘疾人士。人際全心全意基金，雷霆881，人心支持。